打車去邊呢？今次咁雖然都好中意廣州，咁啊想帶去探索下其他廣東省地方啦。咁就喺廣州南打車落去佛山，咁時間大概就35分鐘。咁因為香港假期，咁今日提早一日上嚟就冇乜人嘅。咁而家就係緊高速上緊去佛山。咁天氣就一路都落雨啦，喺香港差唔多落咗成個月嘅雨。咁而家都算好，唔算太大。咁路上都順利嘅。咁前2日就廣州南有啲班次就停駛，今日就 OK。搭咗半個鐘頭車，終於嚟到呢度佛山萬豪酒店啦。咁呢度就係大堂，其實打車嚟幾好呢。咁呢度係有少少偏遠嘅，雖然都近千燈湖，但係就呢度就寧靜啲咯。附近商場都需要行少少嘅，或者需要打車過去。酒店入門口有一個好靚嘅裝飾設計，右手邊又有大堂走一個奢華，亦有藝術嘅裝置，好多餘嘅嘢。因為大堂好大，所以你覺得好寬敞。咁呢度就係入住登記嘅地方啦。咁美團就要喺呢度下面登記。咁酒店非常之舒服，5星級嘅酒店。1樓係萬怡大堂，2樓就萬豪。咁再上5樓呢，就係餐廳咯，中菜廳、西餐廳都喺5樓。咁再上啲13樓呢，就有水療、健身室。係酒店 check in 大堂2樓嘅 lift lobby，check in 完呢，就喺呢度上樓嘅。酒店主要咧喺 lift 出嚟就分開左右兩邊同埋對面，咁走廊盡頭有窗嘅，所以覺得好光，整體感覺咧真係好舒服嘅。咁我覺得呢個價錢啦，咁我覺得係幾好，始終係5星級嘅酒店。酒店嘅盡頭咧係望到千燈湖嘅景色嘅，咁始終今日仍然係落緊雨，喺度望到都好靚已經。酒店開箱入到嚟，右手邊就係一個衣帽間，左邊就係洗手間浴室，前面就係睡房同埋有個客廳。衣帽間呢好高，上邊有嘢可以放被啦，有啲浴袍啊、衣架，仲有個磅，有拖鞋嘅。浴室非常之光亮，乾濕分離。浴缸呢需要拉落嚟先有個私隱度。咁始終係萬豪酒店嘅品牌啦，基本嘅嘢呢都係正正常常。佢有洗手液、護膚液，兩邊分開道門嘅，一邊係坐廁啦，另一邊就係淋浴間。門口都放咗個防滑嘅墊，就唔使自己鋪。浴室正正常常啦，有晒洗頭水啊、護髮素同沐浴露嘅，咁都非常之大，同埋有個位可以坐。哇，非常之大嘅床，呢個係雙人房啦，咁2張床，咁佢床褥非常之高喎，有10幾寸咁高。咁最好呢，我就中意呢個有張台，一張好大嘅梳化，咁啊唔使爭凳坐，非常之靚。不過就係落雨，唔緊要啦。頭先嚟嘅時候好順利，望到好大嘅操場。呢間房非常之好，好似一間屋咁咯。呢張咁大嘅梳化呢，可以瞓到2個人都得。
放茶水嘅地方就比較細啲，咁因為佢用一個櫃去分隔，有個雪櫃，基本嘅咖啡茶包，下邊有個儲物櫃。呢度唯一呢係冇乜地方可以擺嘢，牆有個裝飾品。其實佢如果梳化位呢，呢度少個位，咁就可以有個櫃我嚟放嘢咯。咁但係佢就寧願放咗咁大嘅梳化呢，可能就俾大家去欣賞佢出邊個靚景。床頭有3腳插 USB。咁我就嚟佛山啦，諗住3日2夜，咁喺呢度就住2晚。咁第一晚呢，我就用積分換嘅，第二晚就係一個套餐啦，包咗2個早餐、2個晚餐嘅自助餐，咁係第二晚。2樓出嚟呢，呢度就係勵志匯。其實呢個係商場嚟嘅，但係呢就係靜英英嘅，冇乜嘢。應該有幾間餐廳。始終佛山呢就比較靜啊，唔似廣州呢人來人往咁熱鬧。咁呢度基本上就冇乜人，連啲附近辦公室呢都冇人喺度話喺度飲咖啡咁。咁呢有間咖啡店啦。咁如果唔想周圍去嘅，都可以喺度休息下。除咗萬豪酒店、萬怡酒店係同一棟大廈啦，另外都有個叫奧克伍德酒店公寓。勵志匯地下有間麥當勞，喺麥當勞穿出嚟，地下就係一個酒吧街。今日第2日嘅天氣好好，咁可能今晚呢度都會開嘅。咁有瑞幸啦，勵志酒吧街。今日仲有啲風，呢個麥當勞。勵志匯樓上就係萬怡酒店同埋萬豪酒店。有間日本炭火爐端燒，其實今日係內地假期，呢度都未有人，唔知夜晚會多人啲。打車呢，就喺呢度地面，叫司機上一層就係萬豪酒店停車泊位嘅地方。佢呢度話有個恆溫泳館。酒店對出呢度呢，有個好舒服嘅平台。呢間係泰國餐廳。其實酒店嘅範圍同勵志匯呢係好大好大，但係大得嚟呢又唔係好旺好熱鬧，不過你就會覺得好舒服咯呢度。如果商場入邊多啲嘢睇呢，就會令到呢度熱鬧啲咯，但係入商場就好靜。佛山市嘅景色。喺萬豪酒店搭 lift 落嚟1樓呢，就係萬怡酒店嘅入口咯。咁就喺勵志匯嘅南區。咁行過對面呢，就係 Lawson，咁可以買啲飲品啊、雪糕啊、日常用品都得，好方便嘅。13樓係健身中心，一邊係健身中心，一邊就係泳池。健身中心呢，好高好開揚嘅，好光。有好多健身設備，景觀幾好，望到保利時光匯，仲有好大嘅瑜伽室。早上6點至夜晚10點。
呢度休息室好舒服，泳池有個室內天幕式嘅泳池。萬豪酒店旁邊個商場有間好靚嘅咖啡店，裝飾得都有啲特色，好多公仔。店內充滿咗咖啡嘅香味，佢除咗咖啡都有啲果茶啦、蛋糕。咁牆上嘅設計呢啲燈飾都好優雅嘅，咁放咗好多公仔喺度。